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十情十站嘅影片。今日我哋會由第4集嘅終點白鴿村出發，睇下十情之後會去到邊啦。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支持下小弟啊！第一程就係370A，可惜冇辦法搭到喺21佔位等嘅應門車啦。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。蒼天慷慨的一盞路燈，給傷痛引導超脫往來生。又在等分岔的走馬路，反看人生，大概超出命運。多少的往事終給抱憾驗真，將灑脫在心內幽禁，留在這季冬雨台共振。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。還未斷的根，求誰來悲憫，仍頑固埋首往後行。滄桑的聲線響起了南音，響起牽掛種種世事如雲未結束，偏偏起了一次最後沒明日的夢。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。還未斷的2,000 years later， 等咗好耐，終於有車啦！下一程又係370A，到底我啱啱落車做乜啊？475月台有架單層特建等緊，下一程就係佢啦。俾咗10幾蚊喺第7區落，好在下程係75，稍微平啲。無視到與你是與非非，繼續往天飛，再遁地，在煩亂之中找找氧氣，失意能否不提起？糊塗地闖天地，不想要三幅被，只想要隨便地隨心的結尾。忙着為明日
打算，怎知道只得忙亂，忙着看手錶，竟不知分秒停轉。傻着笑提問點算，話過錯不需要點算，耗損的可能是分寸，去吧無用計長短，無視道與理，是與非非，繼續往天飛，再遁地，在煩亂之中找到氧氣，擺着烏龍燃起。下一程係75P 返東廠，點解要轉多程啊？來到東廠，我哋行出面月台等車，否則下架73有排等。2,000 years later. 下一程係473返明月閣，終於逃離第7區啦。投完便約會交際也很正常，然而別交心心會傷，和同事晚飯有下場，我笑着推場，長期都一個回家場。朋友像你朦朧已甚美，不必太親近。朋友像我如城府太深，是怕有淪陷。自他背叛我便吝嗇信任，僅有的知己亦禁止走太近。有像你朦朧已甚美，不必太親近。朋友像我如城府太深，是怕有淪陷。自他背叛我便吝嗇信任，給割走的心，那天方可再。邊鬼個設計咗個隱形牆喺樓梯，搞到我落唔到車啊！46無啦啦脫班。睇怕只有搭返473返去啦。明明我已奮勇飾演好人，難道欠刺激感也很嚇人？常常在問為什麼不關心新聞，不識趣到太不吸引。明明你要有個好玩的人，才令我記起罕有的旅行，遊玩似考察，你已抱怨賣命得比加班辛勤，可惜了你雪中一吻。辭了悔改，只好講低地離開，無法看開，心死的我活該，是我想管得太多。下一程係74A 上醫院，似乎又要第7區兜圈啦。
只是造型，不仅仅是装饰品。偶尔是盔甲，守护着内心平静，是害怕赤裸裸瞳孔的反应变透明，也怕太亲近太尴尬的表情。眼睛有色，因為對世界過敏。又係73，我今日到底做咗啲乜嘢先行衰運啊？最後一程就係74A 啦，先背落車。今集我哋用咗2小時26分鐘，經歷咗第7區輪迴後，由白鴿村嚟到仙貝。想睇下一集，記得訂閱小弟。呢條片過80 likes 就喺農曆新年開拍第7集。我哋下次見，拜。